之前的丹那市风台造成中南部地区稻仔灾损是真严重，有不少稻仔倒丛，嘛因为淹水出芽。农粮署嘛已经启动收购，嘛以1公顷补助55000块，互农民会当清园。嘛望讲农民通赶紧来搁再种植。全部倒去的稻仔有的内底是空的，有的已经出芽，影响整体收成。受即摆丹那市风台影响，中南部有真侪稻仔损失严重，除了倒去淹水，后续佫因为无法度马上收成出芽，七个品质落差真大。全倒啊，对，全倒啊呢，它有可能会出芽啊那样。对。收成率安尼个起。收成率无好，伊安尼往下挂，这第2趟的啦。伊这个辅导落去，等七仔囝嘛歹刮。为协助彰化云林嘉义甲台南4县市农民降低损失，佮妥善处理受损的切仔，农粮署7月初到启动灾害切仔收购措施，佮第15进一步推动村的全部收购专项，希望能协助农民减少损失。这是中央在7月9号已公布收购灾害股，那计划性跟辅导性的稻股呢，我们5800公斤的部分以23.5元来收购，那余粮的部分呢是以20.5元来收购，那剩余的部分呢，农业部也增加2成来进行收购。另外，针对无法度收成的产区，是每公顷55000块进行清园补助，协助农民减少损失，赶紧复耕。其中，彰化甲云林县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25，嘉义甲台南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31为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